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初4，咱做伙来读约伯记第33章到第38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3章，当约伯就听我讲，注意听我要讲的话。我要开嘴，我的话伫喙口得要出来。我要诚实对心内讲出，我要老实讲我所知的。上帝的神创造我，全能者会开，予我活命。你若话，就引我起来辨明你的立场。我伫上帝面前甲你同款，是用土做的。我无啥物通互你惊，嘛袂互你大的压力。你所讲的，我确实有听到，有听见你的话讲。我生气，无价值；我清白，无罪。上帝找理由攻击我，看我做伊的对敌，伊用骹扣我的骹，监视我一切的行为。我甲你讲，你讲遮个拢毋对，因为上帝比人较大。你是安怎甲伊争论？讲伊拢无引导我的申诉。其实上帝一再说明，毋过人无注意听。明是人倒伫眠床困冬眠的时，上帝用迷茫甲异象对因讲话，甲因警告，互因惊吓，要互人离开歹行为，互人袂骄傲，互伊的性命免落深坑，嘛免互刀剑刣死。有人倒伫眠床，受着探痛的责罚，骨头痛甲动袂牢，直到讨厌食物，连上爱的食物拢厌恶，伊消散落肉，平时看袂到的骨头拢痛出来，伊的性命近我深坑，接近死亡的界线。一千个天使中间，若有一个做中间人，众人应该做的甲伊指示，天使就任命伊，讲以免落深坑。我已经为着伊找着赎回的代价。伊的肉会比囡仔的肉较幼嫩，伊会获得少年的日子。伊记得上帝，上帝欢喜甲伊接纳。伊会欢喜见上帝的面，上帝会阁看伊做义。伊会伫人的面前大声讲：我有犯罪，有颠倒是非，毋过无受应该受的刑罚。上帝救赎我的性命，免落死亡的深坑。我的性命会记得光。看咧，上帝一遍搁一遍为着人在做遮个代志。要救人脱离深坑，互生命的光照伊。约伯啊，你着注意听我的话，静静听我讲。你若有话要讲，就讲，做你讲。我真爱你是对。你若无爱讲，就静静听我讲。我要将智慧传授互你。第34章。伊如何去讲？恁有智慧人着听我的话，有知识的人着注意听。咱用耳孔听出意思，用舌试出滋味。咱着辨别什么是对，明白什么是好。因为约伯讲，我无毋对，上帝却拒绝我的申诉。我无毋对，伊要看我做白贼。我无价值，要久受着袂医治的伤。啥人亲像约伯满喙起笑，鸡仔在啉水。伊甲邪恶的人斗阵，甲歹人来往。
因为伊捌讲，人因为亲近上帝来欢喜，拢无利益。所以，认命理的人着听我的话，上帝绝对袂做歹，全能者一定袂惊不义。伊会照人的行为甲伊报应，照人的行做甲伊对待。上帝一定袂做毋对，全能者袂颠倒是非。敢有人指派上帝掌管大地，敢有人将全世界交代伊？上帝若将伊的神甲血收回，所有的人拢会灭亡，人拢会归途。你若明理，就听我讲，爱耳孔听我要讲的话。上帝若厌恶公平，伊减会当治理；伊是公义，阁有权能，你减会当甲伊定罪。上帝会当对君王讲，你是歹人；对贵族讲，恁真恶毒。伊对待有权势的人袂偏私，嘛袂重负轻贫，因为因拢是伊的手所做的。因伫半暝忽然失去，上帝伫混乱中甲因消灭。伊毋免用人的手就会消灭有权力的人。上帝目睭注意看逐个人的路，监察因的骹步。黑暗也是死人，拢袂当互做歹的人灭。上帝毋免定时间，随时会当调人来受伊审判。伊毋免砸门，就会当彻底拍倒有权力的人，适任别人来接因的位，因为伊知因的行为。一夜之间甲因车倒，因就灭亡。伊伫众人的目睭前拍因，因为因的罪甲因刑罚。因偏离，无缀伊，无爱行伊的道路，直到善食人嚎叫的声透到伊的面前，伊有听到困苦的人的嚎叫。上帝若点点，啥人敢甲伊指责？伊若面越走毋擦咱，啥人会得到伊眷顾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，上帝拢有在监察，遮免无敬畏伊的人做统治者，陷害人民。你敢有对上帝讲，我已经受刑罚，袂阁犯罪？我看袂到的求你指示。我若有做毋对，我袂阁做。敢是上帝所做的无照你的意思，你才毋悔改。着决定的是你，毋是我。你知影做你讲。明理的人对我讲，智慧的人听我的话就讲。约伯讲的无知识，伊的话无智慧。约伯着彻底受试验，因为伊的应答亲像邪恶的人，伊罪上加罪，伫咱中间制造困扰，佮讲真侪话得罪上帝。第35章，伊哩互佮讲，你讲我伫上帝面前是无辜，你安尼讲减有道理。你讲我若无犯罪，对我有甚物好处？你安尼讲减有甚物利益？我要对你甲你遐个朋友应答。你举目看天，看迄个比你较悬的强项，你若犯罪，会害着上帝甚物？你的罪过若加天，对伊有甚物影响？你若正直，会当互伊甚物？也是伊会对你的手得到甚物？你的歹行为简单会害着亲像你即款人，你的好行为嘛简单会利益世间人。人受大压迫就嚎叫，受权力者压制就喊救。毋过无人问，我的创造主，互人迷失唱歌，假使咱有智慧超过地上的走兽，互咱赢过空中的飞鸟。迄位上帝伫倒位？人嚎叫，上帝无甲因应答，因为因歹佮骄傲。南山的呼求，上帝毋听；
宣言者嘛毋插因。你讲，你看袂着上帝，着耐心听候，因为你的案件已经伫伊面前，但因为伊无发生气，甲你刑罚，嘛无插你的罪过，所以约伯，你才开喙黑白讲，讲真侪无知识的话。第36章，伊伫予搁说则讲，你等一下，我要支持你，因为我还有话要替上帝讲。我要对四方取知识，证明我的创造主是对。我的话实在无白贼，有知识招比会徛伫你面前。上帝有大权能，无看轻人，伊的智慧悬，能力大，伊无互歹人活落去。伊公平对待困苦的人，伊的目睭不时看顾义人，互因甲君王做伙坐王位，得到尊荣到永远。人若互少年人的，互苦难会说甜的，安尼是上帝指示因知家己的所做，以及因所犯的重罪。伊阁开因的耳孔受教示，只是因着悔改离开罪恶。因若顺坦来服侍伊，就会日日亨通，年年安乐。因若毋顺坦，为何倒剑台？因为无知来死。心内无上帝人，不时在生气，因受责罚，嘛毋求上帝帮赞，因为伫少年的时就死，伫见笑中断气。上帝通过苦难解救受苦的人，用灾难互因醒悟。上帝爱要救你脱出灾难，带你到开阔自由的所在，搁摆满丰盛的食物伫你的桌顶。总是歹人因得的刑罚担临到你，你袂当脱离公义的审判，毋通因为生气抵到你侮慢上帝，嘛毋通因为财富的引诱惊骗去。你的财富对你减有利益，你的权力对你减有帮赞，毋通较无暗暝，因为迄时人伫因大的所在受消灭。着谨慎，毋通转往罪恶，因为你选择罪恶，才受着苦难。看咧，上帝权能遐尼伟大，有倒一个道士亲像伊？啥人会当指定伊着做的事？啥人会当甲伊讲你做毋对？人拢唱歌学了伊，你嘛着会记得称赞伊的作为。所有的人拢有看到伊的所做，毋过因只有会当对远看。上帝实在伟大，咱无法度了解。伊的血手无穷尽，伊吸一滴一滴的水，互因变做云雾积云，就对天落充足的雨水，互世间众人。啥人会明白云安怎天开？雷的声安怎对上帝徛起的所在发出？伊对伊的周围发出声呐，射到海底。伊用遮的治理世间人，佮赐因丰盛的食物。伊手里摕线呐，命令伊射要射的目标。雷的声表明伊要来，连精神拢知伊得要来。第37章，因为安尼，我的心噗噗呛，心中强要跳出来，着注意听上帝的声，听伊的喙所出
亲像雷在弹的声。伊的四若对天即边射到迄边，四若的光照到天边海角，煞则有隆隆吼的声。伊威严的声亲像雷在弹，四若一直是无停。上帝发出大个奇异的声，伊做大事，咱袂当了解。伊命令雪落伫地上，嘛叫大雨摒落大大地。伊叫人拢停止工作，互人通知伊的作为，百兽拢入血，秘伫因的洞内。大风对南边透来，冰冷的气对北方吹来。上帝分去水就跟人，江河的水拢结冰。伊互目云浸满湿气，对云射出四若。伊照家己的计划，互云转雪，互因伫地上完成伊指定的工作。伊互这代志发生，拢是为着要揭发，也是显示主爱。约伯啊，注意听，安静来想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上帝安怎命令这个云？安怎互四若对云射出来？你敢知？云安怎伫空中结做对叠飞？迄位全知者奇妙的作为，你敢知？南风安怎互大地恬静？甲你穿的衫休烧，你敢知？你敢会当甲上帝做伙抱强冲，互伊亲像做出来的东镜遐定？阮真含慢，袂晓申诉。你着教阮应该对伊讲什么？敢有人敢对伊讲要甲伊讲话？无人遐戆家己要讨死。但人看袂到强冲灿烂的光，风一个吹过，天就精彩。灿烂的光对北方出来，上帝威严通行位，全能者咱找袂到。伊有大能力，阁有公平，充满公义，袂压制人，所以人敬畏伊。伊袂看重遐个家己想做有智慧的人。第38章，迄时上主对光烈风中间应约伯：你是啥人？敢用无知的话，互我的旨意无用，着准备好势，做一个大丈夫。我问你，你定应我。我下大地的地基，迄时你伫倒位？你若知，讲来听看咧。是甚物人决定大地的大小？是甚物人用金线量大地？你知无？大地的地基建立伫甚物顶面？重要的基石是甚物人安置的？你敢知？迄时透早的星神做伙唱歌，上帝的证书者嘛拢欢呼。大海对地的舞台冲出来时，啥人用门甲伊关起来？我用云做衫甲伊穿，用密云做布甲伊包。我甲海设定界限，甲伊设门甲门窗，讲：你到这袂用得搬过，你猖狂的用到这为止。你减捌命令日头起来，互黎明知伊的积分，甲伊抽地的四角头，将歹人赶出去。安尼，地面就完全改观，显出逐款的形体，多样的色彩，
歹人袂得着光，业权单位的手骨受降断。你减捌入去到海的源头，捌行过深渊恶密的所在，人减捌报你死亡的入口，你减捌看到阴间府的门。大地烂垮，你减捌测量过，若捌做你讲。你敢知光对倒位来，暗住倒位？通带因倒去因兜，你敢知去因厝的路？你应该知，因为迄时你已经出世，即阵你已经真老啦。你敢捌入去洗的仓库？你敢捌看到包的库房？这个拢是我为着患难的时，为着小台甲战争的日准备的。死若对什么所在射出去，东风对倒位扫过大地，啥人甲大雨开水路，甲雷电决定路线，啥人予雨落伫旷野，落伫无人徛起的所在，予趴荒荒废的土地得到充足的雨水，予青草不芽发芽，雨水减有流白，露水啥人生的，冰对啥人会透出，天顶的霜啥人生的，啥人予水变做亲像石头遐尼重，予深渊的表面结冰，你敢会当甲毛星拔起来，甲参生的大透开？你敢会当予星神照季节出现，带巴肚甲伊的星群出来？你敢知天的定律？敢会予伊有权通管辖地？你敢会当出大声命令云，予大水淹捌你？你敢会当叫死人射出去，予因讲阮伫遮，请指示？啥人予红鹿鸟有智慧知尼罗河什么时会泛滥？予国家鸭有聪明知什么时会落雨？啥人有智慧通算云的数目，会当将天的水拢拼空，予土粉变做落光梅，予土结归圆？狮仔囝伫洞内屈地等，伫密的所在埋伏的时，你敢会当替师母掠食物，予因食到饱？小只乌仔无通食，飞来飞去，对上帝哀求的时，啥人会当为着因准备食物？咱犹太圣经节伫约伯记第33章到第38章。